哋今日就集中上晝時間，我哋都喺金鐘一帶做一啲宣傳啊，同埋一啲執法嘅工作。咁其實喺今朝我哋截至呢個時候啊，我哋已經發出咗2張嘅停額罰款通知書，就係關於呢個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吸煙產品。其實呢啲嘅禁止另類吸煙產品咧，其實都實施咗4年嘅時間。即係話其實遊客喺4年前到依家，其實都佢哋嚟香港旅遊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本身亦都唔可以帶呢啲產品入境啦。喺香港亦都冇一個合法嘅途徑可以去買到佢啦。咁所以基本上咧，喺今日實施嘅新措施咧，其實冇話對於遊客有一個施加一啲額外嘅一啲嘅管制啊要求咁樣。咁雖然係咁啦，我哋都當然要盡量用我哋嘅努力啦、方法啦，去令到遊客或者旅客佢哋知道香港有呢啲新嘅措施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其實由今年年初開始咧，都做咗大量嘅宣傳工作。